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：看形骸，无看腹内。形骸是体格、骨骼的意思。形骸嘛会使讲规个面貌甲形体。这句俗语就是摕来比喻，干那重外表，无咧重内在。有的头人咧找新罗，拢干那看伊的汉草有大石无，手骨有够粗无。对初档工课来讲，凡事是安尼。不过人吼，毋那外表尔，嘛着爱看头壳会变翘无。有的人你毋好干那看伊武盾，掠准伊无啥学问呢。有时也要互你看甲伊的腹内仔去，悬仔真恶咧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